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敢若啉酒醉啊！我有淡薄无爽快，交回遐，我先去你房间休困哦。哦，袂用的。我先去房间一下。袂用的，你要困，等去恁老困。你伫创啥？你莫甲我撒开啦！有配有好啊，好啊！我介意你。我有淡薄无爽快。你敢袂当陪我去你的房间？你是毋是调工的？你调工啉酒醉是要避啥物吧？我无啊。你阁不问清楚咱之间的关系是？我真正想无你头壳内底底啥呢？是的，我就是甲伊。是谁教你？这种恶魔你根本想袂出来。啊，佮你敢毋知影，查某囡仔安尼啉酒足危险的，到底是谁教你的？讲。是文琪姐讲安尼有效的。我就讲啊，你甲阮妈一定会真好。其实我拄开始足紧张的，想袂到恁妈比我搁较开放。我即马颠倒烦恼，伊敢会感觉我伤无聊啊？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！以后结婚，阮妈是绝对袂想要甲咱带做伙啊。所以咱还是会有两人世界。恁妈真正是全世界查某人认为上理想的好大家，希望大家以后都会当分开独立生活。文琪，我毋知影你敢有甲我同款的感觉，就亲像咱是命中注定的同款。命中注定。而且我有这种感觉已经足久、足久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我想到，这种重要时阵应该家记来，无我会袂记。我今日甲文琪、佮阮妈去食饭，然后足嗨，对，足嗨，所以应该是 OK。陈文琪，我的代志你莫插手，莫叫配有做这种公代志。安怎？有人传消息给你哦？阮助理有淡薄仔代志爱赶去公司处理。啊？这么晚？无我送你去好啊？唔免。友好，多谢你，我今日真欢喜。我来去啊，拜拜。拜。交还，退伍。
走去对啊。交换，你无酒醉哦？我应该酒醉是。你无代志就好，我搁掠准。掠准安怎？掠准我会互管互罪，然后发生关黑心。你到底是在比啥物棒？佮叫我莫匆忙爱认真，安尼你为虾米佮介意安尼做？毋是啊，配有就一直问我讲到底安怎才会当家己表白。我互伊问到挡袂掉，就凊彩讲讲的，我哪会知伊动真啊？伊一直问你，你莫插伊就好啊。为什么想这种奇怪拗办法？你根本就毋知影我甲杨佩有无可能。先生，请问我是爱知影啥？我看你是早就知影伊介意你啊！哎，你是安怎袂甲伊讲清楚？搞我生气创啥？是你毋对，讲误会是你，佮讲对我身上。拜托诶，你若无希望配有介意你，就莫甲伊行遐尼，我互伊误会。替伊洗厝、陪买物件，甚至互伊困伫你的房间，佮逐工斗阵讲啥物，要甲伊当做小妹共款照顾伊。我靠，相信啊！我就真正甲伊当做小妹在照顾啊！伊是阮前女朋友小妹，无你爱我安怎？前女朋友。杨佩武，杨佩武，杨佩武，佩武，你有安怎无？来，佩武你起来。无代志吼。交换兄，原来已经这么晚，也毋过我精神也是真好。拄则伫你的办公室，是我最近困了上好的一摆。所以我才无甲你叫，想讲互你好好困一下。今日感觉敢若以前同款，大概我若忝啊，就会伫碰伊倒一下，就算只是一个啊，嘛感觉足安心的。起来以后心情特别好。安尼敢莫甲迄块碰椅送互你？互我安心的，毋是碰椅，是你。我滚算笑的啦，也毋过我甲伊碰椅是真心的，你千万莫甲伊等掉哦。好，我袂等掉。就算过几十年，烂去有臭扑味，我嘛袂等掉。好啊，紧离去啦。你先走啊，我想要看你离开。毋是拢共款？无共款，看你的背影，我就感觉足有安全感的。安尼，我先来走。晚安。晚安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足重的，足重的啊！搞忝啥？好好一个查某囝，敢通啉啥物酒啊？酒量无好，搁要啉。啉完，搁毋叫恁朋友送你转去，连茶嘛袂摕。我到底是抓着啥？是不是犯太岁？我无去安呐？你甲我惊死哦！你精神啊？都精神啊，搁无找我的时间创啥？你敢知我为着爱你起来，我手要断去，腰嘛足疼的呢。因为交换兄生气啊，我只好加酒醉啊。要安怎？我从来捌看伊遐尼生气的。毋若交换生气，我嘛真生气。你到底是倒位问题？竟然介意你个这个前男朋友，
而且佫毋先甲我讲，害我甲你做伙互骂。因是有甲我讲过无毋对，要毋过是安怎我袂当介意伊。到底是安怎？你甲恁阿姐感情真歹是？阮感情真好，恁阿姐敢知影这件代志？你看，既然连你都毋敢甲伊讲，就代表你嘛感觉这件代志是无应该，敢毋是？我真毋是毋敢甲伊讲，是我无法度甲伊讲。你莫哭啊！哎呀喂啊！哦，莫哭！哦，大讲，好我讲，来，我只是甲你讲道理尔。因是大学同学，伫4年的时阵才交往的。因交往的时阵，阮阿姊就常常带交欢遐来阮兜耍，所以伊甲阮爸妈拢足熟的。要毕业的前几工，交欢遐靠着唱水这招，就讲想要带阮阿姊去唱水。结果，阮阿姊一去就无搁转来啊。你是讲恁阿姊渡水走啊？已经走5年啊，也毋过这段时间，交欢遐拢会常常关新闻，所以就甲我的亲人同款，我真是无法度失去伊。文琪姐，你敢会当甲我斗相共？我真是足惊交欢遐不爱插我。你敢会当甲我讲要安怎做？感情这款代志，就是要互相依赖。你拢22岁啊，应该嘛知影这个道理啊。也毋过这几年，我嘛拒绝足侪查甫囡仔的追求，就是想要甲伊做伙啊。而且为着伊，我嘛放阮爸妈毋管走来遮呢。也毋过这都毋是交换要求你做的，是你家己的意思，敢毋是？你安尼讲足超过呢，假使拢是我家己的意思，安尼是安怎要对我遮尔好？伊会当伫阮阿姊离开了后，就甲我保持距离啊？是安怎会阁遐尔关心我所有的代志？哦，我毋是交换，我无法度互你答案，我只会当互你我的建议。要就照是表白失败，无就去问伊是安怎袂接受你，找出问题，然后解决。你伫我遮是找无答案的，较早休困啊。明仔载我去上班之前，送你去伊的咖啡厅，你应该一了好好讲。晚安。要就接受表白失败，无就去问伊是安怎袂接受你，找出问题，然后解决。欢迎光临。交欢兄，你先坐，咱讲一下。你的啊？昨昏的代志是我毋对，是的。你真正足过分的，也毋过我嘛有反省。假使讲，我真正有做互你误会的代志，我甲你回实的。毋是，你先听我甲话讲完。我即摆甲话讲清楚，就是为着莫互你误会。一直以来，我真正只是甲你当作小妹。以前恁阿姊伫的时阵是安尼，恁阿姊走了后嘛是安尼，未来嘛是安尼，袂改变。
我对你的感情是亲情，不是爱情。你知影无？阴暗我会提早休困，送你转去宜兰。你来我遮尔久，恁爸妈一定足烦恼的。转去点一下，好甲恁真想看觅。较出决定点伫宜兰，做厝迄面我来处理。就算我点伫宜兰，我的心意嘛袂改变啊。我想无呢，为什么阮姊走遐尼久啊？我还是袂当介意你。你迄毋是介意，你只是甲对恁阿姐的感情转对我的身上。毋是，对我阿姊伫的时阵，我就介意你啊。安尼我才会当讲，你搁较无应该介意我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甲恁阿姐害死的凶手，安尼你了解无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对我阿姊伫的时阵，我就介意你啊。安尼我才会当讲，你搁较无应该介意我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甲恁阿姐害死的凶手，安尼你了解无？敢若凭这点，你就无应该。阮阿姊的死是意外，根本毋是你的毋对。为什么你要一直怪你家己？你先冷去，我要无闲啊。不要紧，有全我是你的代志，也毋过我介意你，是我的代志。莫阁用任何的理由说服我放弃。敢要打电话给回息嘞？还是传信息就讲？我听佩武讲，你甲因阿姊的代志。唔对啊！我嘛真无辜呢，我哪会知影恁的关系遐尼复杂，搁搞歹，搁我无伫代啊！总噶？创啥啦？无啊，就是新运动3零配历史我改好啊，你敢要看？基本上拢照你的意思改。你经理迄边吼，你知影？我说服伊偌久哈。拜托的，真正有趣，讲我无烂。这个这你拢分袂清楚啊！而且已经的伊，毋是这个伊。你前伫银行做报表，拢遮尔凊彩哦，乱七八糟，看到我头就疼。你改好才好哇？个，是食着炸药，性地遮尔歹。在甲在赢啊，看有就好啊，对无？阿扁，啊，哎呀，你的物件拿去啊？哦好。越南厂长遴选评估。哎，副经理，歹势，这是机密。机密，上好是机密，我搁机场的机密。副经理，我是无闲。嘿，等。借一步讲话，借一步讲话，来，
所以公司要派人去越南厂做厂长。对啊。啊，越南遐尼远，谁会想要去啊？哦，一堆人抢要去呢，薪水2倍，配一台车，加一个翻译兼助理，各种的补贴，转来机票，加上探亲机票、专业补助，还有各种的好康，算拢算袂完。若毋是阮年资无够，我一定抢头一个啦。福利遮尔好，安尼去的人条件应该袂使伤歹吼。当然啦，年资拢伫10年以上，每年的考绩拢要有 A++，要无去嘛无轻松。一礼拜上班6天，食大拢伫宿舍，无啥物娱乐啊。而且怪甲某啊，还有囡仔分开。唉，安尼想想的生活嘛真无意思。毋是啊，拢伫公司踮10年啊，踮咧台湾就好啊，去越南创啥？副经理，这你就无了解啊！你袂当看厂长这个职位无哦。你看咱负责管理的主管、董事长、前总经理李秀官、张总监、财务部的赵经理、生产部的李经理、业务部的郭经理，因每一个人拢有做过厂长呢。听你安尼讲，因敢若拢咧工厂磨练过呢。对啊，除了陈总监，伊是例外。哎呦，伊无算啦，伊是靠关系无算啦。哦，安尼叶副经理，你算是？我甲伊无共款，董事长叫我来上班的时阵，就甲我安排在生产部做副经理，就是爱我去工厂。你看，伊偌注重我的。你敢若是安尼无毋对呢？所以我才讲袂当看厂长这个职位无，迄是一个机会。2年任期结束一转来吼，惊死人啊！飞上天，职位搁较悬啊！等下2年哦，所以去越南只要去2年哦。对啊。啊，副经理，歹势，我先甲人事部对名单，我去报用啊。哦，好，你报用。加在我有想到，我这几个月发票拢卖给一堆，凡世咱的1000万都伫内底哦。卖伫遐做面梦啊啦！文丽啊，你敢知影公司要派人去越南做厂长？安尼哦。所以你要替我想办法啦。想什么办法啊？我年资无够，你要想办法，互我去越南做厂长。你要去越南？安尼以后预算头国小要安怎？迄边敢有台湾的国小？安尼嘛咧，我嘛要甲咱做伙。你莫激动，吼，咱毋是移民，我只是去做厂长2年就回来。你意思是，你想要一个人去越南哦？对啊，哎呦，恁来一个2年一声就过去啊！冠华，你毋是伫咧台湾做了好好，哪会想要去越南？哪有好啊？在公司啊，看大哥大姐的面色；在工厂啊，看李经理的面色。我今仔日才想通呢，为什么我伫兴华无人插我？原来遐高级主管哦，每一个以前拢做过厂长，我咧是靠武力去的，所以因才看我袂爽。我去越南哦，做厂长回来，看啥啊，佫会看袂起我。安尼李经理退休了后，我接业位嘛无人敢讲话。你哪会知影你会接李经理的位？这是我的企图心吗？恁大哥大姐哦，拢做总监嘛，恁人做副经理，甲大家客咧一间办公室，你敢有民主？你搁想看卖啦？为什么阿姐哦，甲我囥伫李经理的身躯边？当然啦，就是爱我去接伊的位，我爱赶紧升官，才袂辜负阿姐的苦心嘛。你掠准我遐尼想要甲你分开啊？我嘛是为着这个家啊！我听讲哦，去越南哦，会领2倍薪水呢。遐个补贴有诶无诶加的哦，一年哦会加领100多万。真啊假？我都唔知有遮尔好呢。对吼，比你伫遐兑发票搁较好吼。
要毋过，你拄则毋是讲你的年资无够？所以爱请你替我想办法啦。你的意思是要我去拜托大哥大姐哦？大哥大姐，我看煞煞去啦。伊莫甲我创空哦，我就偷笑啊。要讲吼，就爱去找阿叔讲。要毋过，我平常时袂甲阿叔讲公司的代志，我咧常常去找伊，敢若足奇怪的呢。哎哟，你哪遮尔啊讲啦？阿叔听谁的？当然是听阿姨的啊。你即马甲阿姨遐尼好，你就请阿姨哦去阿叔遐替我讲一寡好话就好啊。对吼，我会当去找冰凤阿姨啊。你讲了足有道理的呢。阿叔是想要栽培你，才管工厂，所以才会安排你伫你经理边啊。所以我会表现企图心，把握这机会才会来啊。好，我明仔载就去找冰凤阿姨。文玲，为着这家吼，去越南搁较辛苦，我拢打来，互我的水某唔免搁兑遐无路用的发票啊。哎呦，袂用的，发票还是要继续兑啦。卡输着奖啊，就会当当做赛车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来啊来啊啦！哎呦，刺激啊！来啦！哎呀，你有影卡腿真紧的啊！当然哦，你一通电话哦，我就马上挂过啦。哎呦，因为吼，想到你要抱干仔孙啊，心一定足着急的啊。哎呦，这干仔孙吼已经有啊，无赶紧啦。这届上要紧是我迄个大孙。哎呦，今年35、6啊呢，唔错啦，我暗时要困拢困袂去啦。哦，那这你放心啦，只要经过我的手，不管伊是吼安怎歹处理啦，我拢想办法甲你处理好。有影哦，安尼好。对啦，恁友莲，我是足久毋捌看过伊啊呢。哦，你讲有伊即摆相片啊？有啊，哪会无啊？来，你坐，好，我调你看啦。好。来，这张啦哈，这张哈是最近翕的啦哈。来，这这就是阮友莲啦。哎呦，友莲遮尔久无看，真正愈来愈缘投呢。阿妈，我来啊！哎呀，文玲啊，安尼向走来啊哈？我有烘一寡饼要互恁食。哎呀，你真敖呢，逐项拢会晓。啊，对了，这阿春姨啊，你会记袂？阿春姨，足久无看呢。是啊，文玲，我足久无看到你啊呢，真正是愈来愈水啊。多谢阿春姨。阿春姨，这个饼做伙食。啊，来，好多谢，我个真正有口福呢。哎呦，来，阿妈，明凤阿姨敢有伫咧厝？哎呦，我嘛无注意到呢，应该楼顶的款啦。安尼我去哩哦。去。你想要互冠华去越南？明凤阿姨，你感觉无好心？嘛毋是啦，我讲一句话，你莫无欢喜。进前冠华发生遐尼侪代志，你搁敢回一个人去顾我？伊真是已经改足济啊啦！我相信伊袂阁安尼对待我，而且伊会愿意伫咧兴华继续打拼爬起哩。我身为伊的某，就应该支持伊啊！也毋过你嘛要替家己想一下啊！伊虽然还阁遐尼细汉，而且你毋若爱照顾伊，你阁爱奉待你的大家。若是冠华一个人去顾我，厝内所有代志拢爱靠你家己呢。我惊你到时会足辛苦的。假使冠华真是去越南啊，
伊嘛足辛苦的啊。我总袂用诶，为着家己想要过舒适的日子，就耽误阮翁的前途。你吼，啥物代志都替冠华想。冠华哦，伊真是足有才调的。伊之前伫咧银行做经理的时阵，毋但爱管足侪员工，而且伊的业绩嘛拢做了足好的。要毋过伊即马伫咧兴华，毋管我安怎拍拼，也是会互人讲是驸马，是靠关系才入去。伊心内真是足艰苦。伊想要证明伊的能力，这是好代志。所以，我才想要来拜托冰峰阿姨啊。我毋敢去甲阿姊也甲有阿兄讲出来，我嘛毋惊你笑啦。阮阿姊就是对冠华有偏见啊。规个家嘛只有你愿意甲我斗相共。其实我上烦恼的一件代志是，我伫咧兴华无认真感谢。我惊到时幼莲甲文琪因若是知影，唔免，互因两个知影。只要冰峰阿姨替我伫阿姐遐替冠华讲好话。互阿姐会当考虑冠华就好。假使阿姐感觉无适合，就准拄煞。好，我会阁找机会甲恁阿姐讲。多谢。这个叶冠华真是足好运的。才会当找到一个像你安尼，处处替伊设想的好家后。副经理，要啉茶是无？我替你泡。啊，免，我啉水就好。迄个阿明啊，迄个越南厂的厂长人选刚确定啊？无遐尼紧啦，即摆人事部才开始要甲名单顶悬的人讲啊，确认大家敢有愿意去越南，刷落来才找高级主管讨论。也毋过我看这个结果应该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你意思是，迄个人选早就决定好啊？嘛毋是安尼讲啦，只是讲能力、讲经历，上赢会过二厂的副厂长黄俊伟啊。伊大学毕业就入啊兴华，为基层一路做到今日，而且逐年考绩吼拢摕 A 加加。佮熬做人，公司顶顶下拢真介意，而且重点是，伊是李经理带起来。李经理伫公司是 OG， 算是一个元老呢。那些工厂的代志，董事长拢真听伊的。假使连李经理拢徛出来收听，我看黄俊伟都稳达达啊。王大哥，我想吴律师应该有先甲你讲过，我请你来见面的原因。哦，有啦。王大哥，你是王家的世大，讲话有分量，凡说王太太迄边听得入去。阿仔因某吼个性是有较倔强啦，也毋过伊毋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哦。阿仔因兜的经济一直拢无好，即马上重要的吼，就是囡仔的前途啦。要栽培两个囡仔读大学吼。还开袂少钱呢。
顶届市甲讲要互阮500万啊，即卖时机看起来吼，500万无啥够。这个囡仔的教育费，搁有未来王太太的生活补助，我有算过，800万应该是合理的数字。800万，王大哥，时甲真愿意要解决问题，因开这个数字哦，真正足有诚意。即马主要是王太太迄边真坚持，伊一直无愿意甲市甲好好讲，所以我才希望王大哥你出面靠劝王太太。假使伊嘛愿意甲市甲讲和解，安尼经营方面我会甲因参详。好啦，无我就替恁出面甲伊靠劝一下。大家拢是会讲道理的人，甲伊好好讲吼，应该是听会入去。安尼就麻烦王大哥啊，假使代志会当圆满结束，我相信市甲一定会好好感谢。好啦，无我先转去，若有啥物结果，我再甲恁联络。好，我送恁出去。多谢。多谢。倒边戏部有一个乌影，你看到色粒白色的这个点吼，应该就是肿瘤，所以我建议紧和齐太太办大型的手术，阮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好，我知影，你先无用，我等下甲妈讲。好，等下见。安怎？妈，嘉诚讲伊即摆搁伫开会，爱咱等伊15分钟啦。安尼哦。啊无吼，你倒来再等伊啦吼，我来看阮孙。妈，我陪你来去啦。毋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啦。喂，慧敏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拄则有甲王宝财阿姐见面，伊讲伊愿意去说服王太太甲恁和解，而且伊看起来足有把握的。慧敏，我有在听。安怎啊？我拄来病院，看我妈的检查报告，医生讲，我妈可能是肺癌。我唔知我应该安怎做才好，我要安怎甲我妈讲？而且阮爸还未交保，我妈哪有法度承受这种打击？你心莫紧张，你敢过伫病院？我搁伫病院，我准备要转去啊。我即马去接你。唔免啊，我无想要麻烦你。你阁有遮尔济代志要处理，咱好好参详，你要安怎面对？你等我8点钟就到。有嘞。阿妈，你哪来？我等下要甲恁爸去民房去食饭呢。你甲阮做伙去啦，阿妈有话要甲你讲。哦，阿妈，我无要去，慧敏找我有代志。恁找文琪去啊？伊应该搁伫的。你甲阿妈，慧敏？歹势，我先来去，拜拜。李伯，文琪，阿妈，你哪来啊？阿嬷吼来巡一下，看恁只孙哦有认真来做工课无？若是无，就甲你扣死。阿妈，你坐一下，我去请人倒一杯茶互你，吼。没，我等下吼要甲恁阿姊明芳来去食饭啦。你要做伙去无？唔免，我食饱，恁去食，恁讲这话我请恁。好啦，来文琪啊，你坐遮，阿嬷有代志要问你，啊？阿嬷问你吼，这个友人是毋是搁甲慧敏做伙啊？哎哟，因的代志我哪会知影啦？你甲友人逐工拢在公司上班，逐工见面呢哈？你这个做小妹人，毋免关心一下大兄感情的代志哦。
我家己的代志拢做袂完啊！而且这款代志想要讲就会讲，我给关心创啥？阿妈，你唔免烦恼遐尼济啦。哪会袂烦恼啦？我看伊有咧安尼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伊甲慧敏两个吼，佮继续伫来往啊啦。你敢无赞成？这若伫较早吼，我是一定会赞成的啦。也毋过即马吼，咱甲世界发生遮尔侪代志，我是感觉有人若是甲郭慧敏做伙，对伊来讲，毋是好代志啦。够有啦，我甲伊讲无两句话呢，我偷偷出去讲什么，伊要去找慧敏。世界最近发生遮尔侪代志，有人去斗相共嘛无啥。斗相共是无要紧啦，斗相共一届就好啊。迄两届、三届、四届一直甲伊斗相共，迄久啊，两个吼，佫开始高高甜啊。可啊，水正是决定安尼做，迄嘛是伊的选择啊。袂用的啦，咱甲世界已经拆破面啊呢，安尼是要安怎结亲情啦？敢会讲即种亲情一世人，大家拢慢慢见面，大家拢安尼歹面相看，这些人成什么体统啊？阿妈，你若是无希望赵玉莲甲徐慧敏继续做伙，你规日叫赵玉莲去相亲，互伊赶紧有一个新对象，伊就袂可以找徐慧敏啊。你的想法甲阿妈同款呢？我即马就是吼找媒人婆啊吼，要叫伊去找对象，互有人相亲啦。阿妈，我是讲生笑，你莫动真啦。什么讲生笑啊？相亲哪有倒位毋好啦？就敢若我甲你若讲同款，阮两个吼就是相亲才熟识。你看，阮两个感情偌好啊！是恁这少年人啦，食啰嗦安尼，实在是有影吼，食得甜啦。对，阿哥你阿妈吼，顺便找一个甲你相亲啦，甲恁兄妹吼做伙消除。阿妈，我甲赵玉莲无共款，你莫叫我相亲。哪有啥物无共款啊？毋是拢共款，一个嫁一个娶，对无？阿妈甲你找一个吼，你若感觉这个袂歹，好，安尼就继续甲伊交往。若感觉无好，你搁换一个就好啊。我甲阿春讲吼。阿妈，真是免，真是免。我已经有男朋友啊。你有男朋友啊？我有男朋友。嘿，你在骗我对无？这保养过啊，无好啦。真实的啦，毋是骗你的。我真是有男朋友，而且我男朋友赵玉莲嘛有看过。你这是毋是要找演员来演互我看的？毋是，这个是真实的。你毋相信我，至少要相信赵玉莲啊！你毋相信会当去问伊。真实的哦。啊，是什么时阵发生的代志啊？哈？啊，恁伫倒位熟识啊？哈？伊伫做啥呀？哎哟，就甲相亲差不多啦。一个朋友介绍的，感觉袂歹，就讲看觅。哎呀，你好，安尼人刚好你甲伊带倒来出来，阿妈请伊食饭哦，顺便甲你鉴定看觅。啊，啥的啦？你安尼吼，就表示是假的哦，你在骗我哦，相亲。好，我一定带伊回去哦，我一定带伊回去，安尼会用的吼。会。妈，原来你伫遮。对啊，嘿。嘉诚讲，咱应该当出发啦。好。文琪，你敢要甲阮做伙去？免，恁去啦，你紧带阿妈去，阿妈一定要，而且莫话一等伤久。好啦。你莫遮尔赶紧要甲我赶走哦！我甲你讲，你即摆若是搁骗我哦，你一定吼，我就一世人嫁袂出去。无可能，我绝对会找一个查甫人互你嫁。拜拜。阿妈拜拜，落去洗你哦。好啦。无代志嘛着钱。安尼你敢有考虑找一个咱拢熟悉的人来接厂长的位？黄俊伟，你还家己当作外人，有这份资历，你伫公司的前途就值得期待。我国掠准伊来找你是要讲越南厂的代志。即马上重要，就是爱互李经理变做听我的。那无咱就送李太太啊！我叫迄个阿春啊，替恁大兄找几啊较水的、较单纯的查某囡仔来给恁大兄相亲。我希望你会当
甲伊继续做伙。咱拢像行唔知路共款，一直找无方向。咱互相互对方一个机会啦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